大家早上平安。sama tu na kalau untuk cuma hujan salah, kerana makan dia yang itu有那种都他妈咯。先来读今天早上的一段的经文，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6到9节。因为这里嘞，对哥林多书有一个呢，为个你好了嘛嘞。我栽种了，阿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们会特别的专注在呢第9节。你说你老归那个有讲的好了嘛咯？第9节这本书到是呢，因为呢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这里呢，会人家为了会就不谈呢，对嘛？那米耶那刚巧的嘛。你们呢是神所栽种的田地。那么呢，对嘛？米耶对嘛？对呀对嘛？所建造的房屋，用米耶的做用对嘛？我相信呢，每一个人都渴望能够从上帝那里呢来去领受祝福。对嘛？说话那路米耶的有可能怎么的？那我不晓得是阿卡族有没有这个福的这个的概念。卡萨可能在特别有成有么些。因为华人呢最喜欢的一个字呢是福字。前面那老不从行被你个了的那。可能来福来头那，有嘛有一下了没？那阿卡族最喜欢的什么字呢？卡萨个都，压力都钱多呢，个多呢？什么字？钱，对吧？修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华人呢最喜欢的这个字就是福字。可能老不从啊，压力都那，福来可能很多呢。然后这个福字呢很特别，可能很呢原来什么牌来解决？你看这个福字呢，基本上可以分成呢有4个部分。上部后部表面啊嘞。你看到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这一个部首。东北那阿妈婆家恰婆家。那这个部首呢，很多时候都是跟神有关系的。那后部呢？他无嘅米样被打理呢无无嘛嘞，后无但那米样嘅个无都是。所以可以看到说，这个福字呢，真正的福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他们呢弟慢慢可能是那米样的有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福，后面不弟嘛可能家嘛来留咩？可是这个福可能是世界给你的。后你可能我穿啥？忙个那你抄袭的米牛牌，肯定是你自己努力的。忙个那我呢只有那啥牌。如果是世界给你的，你自己努力的是暂时的。那你跑这呢？你行业的米牛，忙个那我呢只有那米牛可能他用得饱没？可是如果是神给你的话呢，是永恒的。可能米耶的表可能表但那我们别人是表没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渴望我们得的东西，你希望你得的东西是直到永远的，还是只是暂时的？这边的可能和你个人的体重农有得饱可能个么样吧？忙个那妈别人是有得嘛不可能表。谁要看到你的福分是直到永远的？可以举手。那可能妈别人是个里上么那说掉嘞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永远的福。有那妈别人是可能上么没？那这个福怎么样子来呢？可能和我就有来呢。那你看到这边还有另外3个部分。我虽然东北强迫家那米耶打嘞，有数过或者那是。第一个呢就是一。东北提高头那第一杯个么第2个是口。那老屋那还没被你个啥嘞？第3个就是甜。数过老屋那得嘛那我嘛从那甜那个。所以你看到说呢，神呢就把一口甜给了我们。这边呢，伊呢对忙个嘞米耶。原来呢，上帝已经把赐福我们这个田地呢，已经给了我们。这边呢，可能有这车，随着连哥哥呢，对嘛米对嘛买来了，对嘛比呢这他。今天上帝给你的是哪一块田呢？那米呢，对嘛比呢，对嘛那个烤啊，个唱。上帝有给你田吗？农民对嘛比呢没啦？那可能是今天对永乐来
所永乐教会呢，这个就是他上帝所赐福的田。因呢，潘那说完了，可以养被你个里那，米炒成啊，米耶呢在嘛比呢？啊，有做生意的，你的生意就是上帝给你的田。喏，这个只看喏，我刚成啊，米耶呢比呢对吧？有耕种的，上帝给你的就是那一块田。喏，看咋看多那和你很啊嘞，米耶呢比呢对吧？家庭主妇的，你的家就是你的田。啊，对嘛用今年米耶呢，对行被米呢对嘛对吧？还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田。咱们呢，因啊对嘛有关那路对嘛讲？请问我们每一个人的田在哪里？那我们呀，啊对嘛对嘛对呀？我们的田在哪里？对嘛看呀？在我们的心里。没讲过讲不嘞，啊对嘛对嘛不讲。对吗？你的心就是你的田。啊对嘛对嘛好呢，啊对嘛对嘛对嘛。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人，为什么每天愁眉苦脸？哎呀哎呀！只不过呢，对嘛错起我那红光眼没漂流啦，你上女生路了会得的。为什么每次愁眉苦脸的？啊，前面那没漂流路了得女生路嘛？为什么？啊，前面那个。因为他的心出了问题。啊，有你嘛，个国家不他们的。心很烦啊。你嘛小时我不他们的嘛。所以这个心有问题，那个脸也跟着有问题了。你嘛是个国家里面没条件的个国家错嘛？哎呀，为什么这样子的发生在我身上？啊，这不他们那个国路人啊，但是了会别了他。要怎么样子改变？啊，就这么得不得判断。上帝你在吗？我怎么了没有？上帝做什么？你给我帮我的。要弄啊，这把他们的嘛错吧嘞。上帝讲说，我已经给你那个田。你也要按农被的买用的来这嘛？你有好好去照顾吗？我有没盘了杀他嘛喽？如果你让那些不开心的事情、消极的事情进到你的心，那么做盘的这个功能，那么会让你，所以你的心就影响你整个脸上都很愁苦啊。那么左右把他们的我们飘进的女强姐。上帝讲说，我已经把他的话语给上帝的话语给我们了。米耶哎呦多嘞，米耶多啊，这还比了他吗？如果我们把上帝的话语放在心里面，啊，这么米耶多，你妈会讲他了我们吗？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思想，啊，这么米耶多，你了会我他了吗？神的话语能影响我的心，影响我的思想的时候，米耶多啊，你妈啊，我多努力可能的地方，那个愁眉苦脸的心，那飘出来的女强女生你妈会开始在笑了。啊，老的就业呢，拉没嘞，这拿钱了没？请问你要这样子过日子吗？那我要嘞，我后来给拿回来了嘛？还是你要这样子过日子？女强女生拿回来了，我那拿钱了回来了。开开心心、喜乐的过日子，阿门。这边呢，你嘛拿钱把你就得不阿门嘛？所以你就必须要问说，今天你得的福是神给你的，还是自己，还是世界给的？这边呢，你能可能和我们的跟那我要上的话，那那不要可能啦，你可能比那可能啦，忙个那米也能比那可能啦。你看他说是上帝给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的福分。这边呢，啊这边呢那可能我们的从来就玩那路米也可能听不见。每一个人都有，就玩那路的。因为上帝不偏待人的。啊这边呢那米也出来呀起来嘛好子。上帝看重每一个人的。有玩那路啊也他喝没？所以今天早上呢，你必须要问自己说，上帝啊，你给我的这一个在哪里？这边呢，因为你说要怪对嘛，上帝旁边讲米也弄那边呢，很多讲他。第二个，你看这个口字。后面说了还没那口呢，创业起来过年过嘛嘞。那口呢，就是呢，东西可以进去，使你饱足。还没问你和他长多啊，对嘛？还没那里安来长的嘛。上帝要给一口甜呢，就是让你是可以得饱足的。因那对嘛，米也还没比那喝啊，比长的比多的那多。然后还有呢，这个口字呢，也是从你的口中会出东西的。那因那对嘛还没了，回来早的嘛，我怕运动呀些。你也发现很多时候呢，吃进去的使你得饱足，三条是嘞，对嘛？上个几抓嘛得没？出来的有时候会使人家开心。那会不会都了解？提波那错了还比钱呀？可是有时候出来的是使人家伤心。哎，我的提波那还没那运动多啊，成本都嘛那做的，对吗？对不对？你口说出来的可以建议人。啊，对嘛？那年都了多，创业教我能出关呀？有些人
口说出来的就拆毁人。哎，我的提波那年都流传扬被来照样。有些人口出来的是个使人的心继续的是活下去。啊，对嘛？提波那呢，当年都流希望人呢流起来，怕得毛，对吗？可是有些人说话使人的心死了。哎，我的条路那呢，当年都要得嘛，那流得来稀怕的啦。今天上帝给你的是什么的田？这边呢，因呢，米呢，天边呢，对嘛和啊，就会对嘛。你怎么是用这个田来去祝福，还是拆毁人？米呢边呢，对嘛，我用呢啊，筹备了，忙个那来作业了。我看到上帝量给永乐的这个地呢，是要来祝福人的。因呢，对嘛，我都推用米呢，你草苗里面啊，这个都买了，筹备可能别样了。上帝给的永乐这块地呢，是让生命可以继续延伸的。米呢边呢，你草苗长啊，前面的那对嘛，在西边的多样边的五样了都。上帝给永乐这块地呢，是使一代跟一代的一次的生命延伸下去。米呢，你草苗长五边的那提西三提西。排嘛这边的栽呀，所以呢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讲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栽种的。这边我随这里了，会跟呢提中对嘛就话那路米耶呢卡尔对嘛有没？我们是跟上帝呢一起同工的。然后呢，对嘛米耶呢提过来刚打出来有没？上帝要使用你呢来去祝福这一个的地方。米耶对韩被用呢，你常常唱了会可能比别个多。有谁愿意？说啊，从来别我呀。有吗？别做嘛。有人愿意吗？做嘛。哈利路亚！只有一个人愿意，两个人愿意。你啊，坐进来嘞，送三个有哈。罗女拉嘛嘞。其实你很重要讲，上帝我愿意，上帝能够用你。对嘛，路样嘅咩？表面咧，后来这我面嘅提做米耶对还用的。上帝的智慧呢是很无限的。米耶也说过那有对嘛波嘞，这些全部都是上帝创造的。有对嘛没西家都包入米耶的白头咩？所以上帝知道怎么样子让种植可以越来越好。这边的米耶新疆的嘞，就靠就用的时候提火山火木啦。因为我们种植的时候很靠那个雨水，很靠阳光，很靠那个土质。这边的那对嘛是有看见米长好，我就在嘞用怕要好久了。这个大自然的是上帝给的。那刚叫北北路路都到了米耶那边了没？所以我们说潘达沙万，这边的潘达沙万的。所以这一个呢是一个的在天上的这一个的森林。那对嘛那压差别了。一个大自然。他们唱的北北路路有。所以这个潘达沙万是要靠上帝的。阿门。对嘛，我都听今年上盘米也没要回没，阿门啦。所以当我们一直靠上帝的时刻，上帝就把天上的福给你。这边呢，对嘛，米也是讲为了这种米也跟他对他比来了没？所以这个阿曼呢，他明白这个的真理。这边的阿曼和人那有说样的嘞，你要知道呢，上帝创造一切，圣经讲的，所以上帝能够帮助我而去种植。这个会不他米也北北路路有接那种米也的北面来有说样的开有。就姐妹，你和我的田是靠自己还是靠上帝？这边的为个愿意得，你那对嘛对嘛和就好安慰了，忙个米也为了。当我们学习靠上帝，上帝会一直的在祝福我们，每一年我们还是可以做得最好的。对嘛，米也被为了那米也对嘛被也是讲米的，然后呢对嘛提火山提火卡木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和上帝同工。这边呢对嘛米也呢加用错的。当我们跟上帝同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呢都是圣经讲的，我们是神所栽种的地。这个会不查了嘞对嘛？那米也对嘛，表米也卡杜卡呀。我们也是呢，圣经讲的这个神所建造的房屋。后面米也呢做用表没？阿门。所以你种什么和你建造什么，一定要跟上帝连接。这边呢，我个这靠嘛卡，个这做嘞对他们卡，米也呢做到他。好，我要祝福每一个呢，就是用这个福来去送给呢永乐的教会。这边呢，上来今天来跟和党委呢，愿意把那上完九龙都听的跟别个。让呢大家把这个福不单止自己得饱足，呢跟和用下的站的都得往个，也要使得身边所有的人也得饱足。那跟和啥不到面呢，都拍九龙从所得今天有完那路跟别个使整个的国家也得饱足。有没有干那路米也跟特别别个了。阿门。你的福一定要是神使你一口甜，
得饱足的。 nó cứ là thơ vì yên này yêu cứ là vì yếu này vì trả tiền tốt đẹp cứ là vì